選擇1號嘅朋友，呢一個月宇宙想你放慢腳步，去聆聽你內心嘅聲音。你而家可能對事業嘅方向有一啲迷茫，又或者身邊有一啲事情未能夠得到答案。嘗試靜靜咁觀察，相信你嘅直覺，或者你會見到方向。有機會去到呢一個月嘅中後期，一啲真相會慢慢變清晰啦。你需要作出一啲理性同公正嘅決定，宇宙會幫你喺事業上重新揾翻平衡。如果你之前一直喺度努力付出嘅話，喺呢一段時間開始會有機會見到回報啦。可能呢一個月你會遇到一啲能夠幫助到你嘅貴人，如果能夠同別人一齊合作分享，可能令你更快走出迷霧，甚至得到一啲好嘅成果啦。選擇2號嘅朋友，未來1個月喺事業方面似乎係要運用你嘅智慧同埋 EQ 去面對各樣挑戰啦。今個月重點唔係控制，而係要懂得聆聽同埋包容別人，好好咁發揮你成熟穩重嘅一面，有機會喺職場上邊贏得信任同尊重。你可能要同時處理好多事情啦，又或者要平衡好多個唔同嘅角色。宇宙話俾你聽，只要你能夠保持彈性，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節奏去調整步伐，你會發現好多事情你都可以處理得好好嘅。未來1個月你有機會會遇到一啲同你志同道合嘅人，或者你會碰到一啲新嘅合作機會。當你用真誠嘅心去對待人同埋事，同某一啲人嘅連結，將會有機會為你帶嚟事業上面嘅突破。選擇3號嘅朋友，未來1個月對你嚟講，掌控同埋行動同樣重要喎。宇宙提醒你，今個月要堅定立場，用你嘅實力去制定方向同埋規劃未來。如果之前有啲事情你係猶豫不決，而家就係時候去做出果斷嘅決定啦。我睇到呢一個月裏邊呢，你會充滿自信，同埋有一個強烈想推進嘅能量。你會有機會突破瓶頸，全速向目標前進，但係你要能夠保持專注，唔好俾外界干擾你嘅方向。睇到你嚟緊1個月嘅事業咧，都會偏向穩定嘅，亦都會為你帶嚟一啲安全感啦。你都好想去保護自己擁有嘅資源同埋地位。宇宙想提醒你，適度嘅分享同埋信任別人，反而可能會為你帶嚟更多可能性同埋機會。